台南拥有真侪有机农特产品，为了推广，予寡侪民众知影，市府每当拢会办理侪场农产市集活动，并甲台南在地企业合作推广。而大成长生公司也是台湾非常顶级的农畜食品企业。而这次市府甲大成公司合作办理的年后市集，也已经迈入第6档举办。那我们大成长生在我们台湾这已经深耕了65年65年，它从一种饲料，还有整个养殖到这个电宰，还有食品加工等等，那个一条龙一个生产线的一条龙的管理它整个把关的话，为我们台湾的一个农畜产品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把关了。大成是这个，我想从以前我们这个60多年的历史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理念一直是够好因为我们是卖饲料起家的所以我们跟农民都是生命共同体这个农民好，我们饲料卖得好，我们才能一起成长。所以对于这个青农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扶持，一起这个成长。这次市集总共有超过130个单位，除了有台南在地特色农特产品，也有真侪有机摊商参与。另外，还会当买到大成集团上新推出专为宠物毛小孩制作顶级饲料，在好时光年后市集顶面也会当买到。我们是在2020年加入这个宠物的领域。那我想我们的产品开发非常多元包括从主粮一路到零食餐包，都做了很多产品的开发。那我想我们最上游有这个母公司的这个安心的原料，一直到下游，包括我们在食品加工技术上面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开发出了非常高端且高品质的一个宠物食品，for未来我们这个很多毛小孩的这个饲主来做一个选用的一个部分。为了宣传年后市集活动，记者会上也特别邀请到大成集团旗下潭岛香港茶餐厅行政主厨黄祥恩展现手艺。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1月7号到8号2天，会当来到永康区的大成安心购广场踅市集买好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